原来看韩国瑜昨暝伫个总统府前的凯道广场举办胜利晚会，主办单位发出着100万市民就街头。进前讲有神秘的嘉宾，原来就是新力女超人柯淑华，还有国民党的大咖徛台相挺。燕子、汉子、兔子，就是卢秀燕、侯友宜甲韩国瑜嘛再度合体。若要抢这个总统票，更加要来推出着政党票。总统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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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上台，大家拢真热情。亲爱的台湾人民，你快乐吗？你不快乐。第二个问题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满足现况吗？第三个问题，亲爱的台湾好朋友，你担心未来吗？批评民进党执政不力，进前无讲出来神秘嘉宾就是伊新力女超人柯淑华，包括因太太李嘉芬、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，加国民党的大咖人物，拢有到现场做工。国民党加油！国民党加油！国民党加油！韩国瑜、侯友宜、卢秀燕要冲政党票。大会报告，我们现场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了。最后的大合唱，大凯丁海气氛真感动人。昨暝总统府前凯道广场造势大会，发出100万市民上街头，就看这个气势，敢要都化作实际选票。